去咗大阪市內面嘅一個我超推介嘅賞櫻嘅勝地，我會形容佢為可以見到櫻花放題嘅地方。行過咗呢個咁靚嘅櫻花隧道我哋就終於去到我哋嘅目的地，就係造幣局啦。而呢個造幣局嘅櫻花通道點解咁出名呢？係因為佢一年只係開放7日嘅啫，一般都係每年嘅4月初至到中，同埋佢係完全一個預約制，所以大家就要上佢嘅網址嗰度留意返。呢度比出邊嘅櫻花景點唔同就係你可以一次過觀賞到唔同品種，甚至乎係稀有品種嘅櫻花，所以每一棵都各具特色，而且佢每一棵都有自己嘅命名嘅，咁所以完全大飽眼福啊！係一個波波咁樣嘅 shape， 勁靚勁得意啊！而呢棵櫻花好特別啊，因為好少見到有呢個黃黃地綠綠地嘅櫻花。嗰啲櫻花樹普遍都算生得比較矮，所以好多時你都可以好近距離咁樣欣賞到嗰啲櫻花。超級建議大家，如果預啱時間嘅話就真係一定要去呢一度啦。雖然呢度只係短短嘅560米，但係入邊你已經可以睇足300幾棵，超過100種嘅唔同品種嘅櫻花，所以係睇得超開心㗎。